中山大平層，除咗四路宅，仲有邊度？嗱 ，OK， 咁我哋而家咧就上到嚟啦，咁就係喺佢哋一個220平方嘅樣板房入邊。咁啊，呢個單位咧220平方，南北對流嘅。咁啊，而家目前賣開咩價錢咧？首先第一個佢嘅樓層咧，剩翻唔係好多噶啦，天地樓層，仲有一套咧特別少少就係17樓未賣。咁17樓而家呢套賣幾錢咧？13700無批嚇。咁如果你可以接受呢個樓層嘅，咁你再過嚟睇。好啦，咁而家就同大家講下呢個戶型嘅結構啦，同埋佢亮點。第一個咧就係你可以見到我而家所在呢個陽台啊，非常之大嚇。最大嘅亮點應該係咩咧？就係佢進深，你睇我打開雙手，仲有足夠嘅距離。我呢度咧仲係甩入去嘅啊，所以咧整體嚟講咧個陽台，即使你話封咗佢做個茶室都完全冇問題。第二個，佢整體全部都係朝南嘅。呢個小區嘅容積率咧只有1.67，所以俾到你係咩咧？就係佢嘅視野感覺啊，特別係樓間佢呢一點咧特別闊，呢種感覺咧就真係好舒服。因為我覺得買樓其實唔單止係買間屋本身嘅戶型結構啦、實用啦，我覺得小區外邊都好重要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行翻過嚟。呢棟樓咧2梯2戶㗎嚇，咁啊呢邊係你嘅餐廳位啦，我覺得都完全夠用啦。咁佢呢個樣板房設計咧係做咗一個開放式廚房啦。咁如果你話唔想要開放式廚房嘅，你完全可以將呢度間開，因為佢冇批交付㗎嘛，做成一個圍合式嘅廚房。佢對比4代住宅咧有個亮點啊，就呢個位置有一個細嘅生活陽台，唔好睇少呢個細嘅生活陽台啊。呢度完全可以俾你晾晒衣物啦，同埋你放洗衣機啦，呢啲空間啦，我覺得係完全夠用嘅。成間屋一共設計係幾間房咧？4間房。咁啊，但係佢呢度做樣板嘅時候咧，佢只係做咗3個房間出嚟俾你。咁所以佢嘅房間咧就做得比較大啦。嗱，比如呢一間兒童房，應該係我睇咗咁多大戶型入邊咧，兒童房做得最大㗎啦嚇，啱啱嗰個位置。咁啊，呢度後邊咧有間套間房嘅。嗱，呢間套間房咧就帶獨立衛生間，空間都完全夠㗎啦。作為長輩房，我覺得完全冇問題。咁低樓層可以望到園林景觀啦。當然而家只有剩翻高樓層啫。好，最後咧就係你嘅主臥啦。主臥嘅話，因為啱啱同大家提到咧，佢原本係4房嚟㗎嘛。咁啊，主臥咧就係打通咗一間房變成書房。咁你可以見到主臥原本係一個衣帽間嘅衛浴啊，空間都完全夠大。啱啱講打通嗰間房喺邊度咧？嗱，就係呢個位置啦。啊，變成一個男主人獨立嘅書房。當然你都可以即係按照原結構都冇問題啦。嗱。放一張2米大床，仲有咁多嘅空間俾到你。咁其實呢個小區咧，我個人嚟講啊，一直以嚟咧都係比較推薦嘅，因為確實成個小區嘅品質非常唔錯，用嚟改善咧，特別係一啲關注4代住宅嘅朋友，呢個項目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下。